Hello，各位好，我係子凡啊。呢條片個題目赤馬紅羊劫，問你怕未？農曆年期間咁就同大家講下赤馬紅羊劫啦。呢個咧就源自於中國啊傳統干支啊天干地支嗰啲年法啊。咁啊踏入2026年就係丙午年，即係赤馬。接住咧就係2027年，即係丁未年，咁就紅羊。所以赤馬紅羊啊，每60年就一輪嘅。聽講話呢兩年火元素偏旺啊，民間就認為咧可能帶嚟生活節奏加快、情緒起伏或者社會動盪啊。咁啊，古時有記錄啦，從戰國到五代嘅歷史啊，發現呢啲年份咧，經常都伴隨住一啲重大事件啊。咁近期最多人談論嘅昔日赤馬紅羊劫有以下嘅事件啊，例如1847年啊，太平天國發跡，太平天國啊殺好多人啊。1906年呢，就係晚清動盪，淮河水災。咁07呢，即係1907就係黃花崗起義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，1967年呢，就係文革嘅高峰期。咁如今世界戰雲密佈啦，咁啱得咁巧，又遇上2026至到27年赤馬紅羊劫喎。網上就見到唔少大師咧，就住呢個赤馬紅羊劫出嚟指點迷津啊。更加見到有大師就話馬年嚟啦，咁啊呼籲呢啲散戶啊可以應節喎。咁推介好多有馬字嘅股票啊，咁例如嗰啲咩小馬智行啊、馬鞍山鋼鐵、八馬茶葉之類。咁大家如何理解呢？赤馬同埋紅羊涉及天干地支嘅，咁呢個咧其實就古中國計時嘅系統嚟嘅，相傳就源於觀察天象自然循環啊。總共有10個天干，即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嗰啲啦，仲有12個地支，即係嗰啲子時啊、丑時啊、壬時啊嗰啲啊。咁大家可以 Google 下詳細嘅答案啦。10個天干同12個地支代表乜嘢？咁其實佢哋嗰個代表個詞彙咧，相對應啊，10個天干就對應咗金木水火土，加埋陰陽啊，即係陰有5個，金木水火土，陽又有5個，咁咪10個咯。咁另外12個地支咧，就相對應個12生肖嘅。咁10同12嗰個 LCM 啊，即係最少公倍數啊，就係60，所以得出循環年期就係60年啦。風水學說就相信咧，呢啲就同嗰個宇宙基本嘅元素啊有關嘅，咁啊影響住萬物，認為循環係合理嘅。大家見到啦，以5啊、10啊、12啊呢啲為單位嘅，睇嚟就好似關乎個宇宙萬物循環啊。其實咧，呢啲只係人類算術發展嘅結果嚟嘅啫。古人咧點樣計數咧？就係用手啊。咁一隻手就5隻手指，兩隻手就10隻手指，咁咪5咯，10咯。咁至於12係咩咧？就係大家可以打開你嘅手掌，望住你手掌啦。除咗隻手指公之外咧，其餘嗰4隻手指，每隻手指有3個節，4隻手指就有12個節。咁成日睇電影咪見到啲術數師喺度算八字咧，都係攞嗰隻手指公嚟點嗰啲手指嗰啲指節啊，就係咁解啦。即係佢喺度計緊嗰啲屬咩啊，或者嗰個時辰八字啊，其實就計緊個12個地支啊。咁因為呢樣嘢，所以出咗12呢個數字咯。咁以呢個系統咧，你用2隻手就可以好輕易咁計算60年嘅循環啦。咁印度某啲地區咧落後少少啊，或者佢哋啲傳統文化咧，都係用12生肖嚟代表嗰個出生年份嘅喎。而唔係用具體嘅西方日曆或者印度曆法去計嘅喎，即係唔係話19幾年出世喎，佢可能係第幾代嘅屬羊咁樣嘅喎。試想一下，如果我哋每隻手指有4節而唔係3節，咁可能就會出現16個地支㗎啦，又或者16生肖啊。到時應該有人個生肖係屬象嘅、屬豹嘅、屬狼嘅。
或者屬獅子嘅。嗱，有關一啲以年計嘅循環性嘅說法，以前曾經嘅拍片討論過嘅，就講三元九運啊，同埋2020年咧庚子年啊，大家可以問我攞翻個連結啦，我貼翻俾大家。嗱，當時咧就揾到啲相關資料嘅，咁就話即係三元九運啊、庚子年啊呢啲咧，風水學說就指三元九運個循環啊，以年計嘅，包括係20年啦、60年啦，甚至乎180年嘅。咁呢啲循環咧就關乎個地球圍繞個太陽嗰個轉圈個圈數啊。咁轉到某啲位就話受嗰個體積最大嘅兩粒行星影響啊，即係土星同埋木星。當土星同木星與地球匯合嘅時候，就產生引力變化，因而令到地球上出現異象啊。咁我喺條片度咧，即係當時就用咗幾個科學角度就作出過質疑嘅。嗱，首先就以呢個地球年啊，即係一年係地球噶嘛，圍繞太陽轉一圈叫一年啊嘛，咁啊地球年用呢一個作為單位啊，其實就基於地球公轉日數嘅，即係365.26日啊，唔係齊頭數噶喎。若果一年係用365日去計咧，每4年咧就需要閏年嘅，以作修正啊。農曆嘅閏月咧更加複雜啊，大家唔知識唔識計啦，成個月咁閏嘅。咁唔同嘅行星其實有唔同嘅周期同埋軌道啊。例如土星啦，佢個軌道咧就係4332.59日啊，係好零丁嘅。如果係整數你都唔信啦。咁土星個軌道仲要相對地球係傾斜咗嘅添，所以循環之說咧，其實就唔係咁準確嘅。即係假設啦，每年有0.1% 嘅誤差，咁樣循環咗1000年之後，個誤差就會去到100%噶啦。即係0.1% 乘1000啫嘛，100% 嘅啫。咁可能明明係庚子年啊、庚子大鑊嘅，就會轉移到去到辛丑年噶啦喎。咁啲嘢咪錯晒咯。咁可以討論下古時嘅人所講嘅天象啊，例如成日聽嘅九星連珠必有異樣，咁其實係咩一回事咧？首先，地球排喺接近太陽嘅第3粒行星啦，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冥啊嘛，細個讀噶啦。咁水星、金星到地球噶啦。咁如果九星連成一條直線嘅話咧，地球嘅一邊即係向住太陽望過去，就應該有2粒行星，而另一邊即係遠離太陽嗰邊咧，就應該出現6粒星。咁樣排列嘅話咧，咁你幻想下，你企喺地球，點樣可以睇晒全部9粒星排一直線咧？因為呢9粒星仲要包括你自己喎。你喺第3粒星望上天，點樣望到9星連珠咧？況且啊，一條直線啊嘛，咁你從地球望過去太陽嗰邊啦，個水星就應該俾金星擋住噶。另外望去遠離太陽嗰邊咧，最遠嗰粒冥王星應該俾前邊5粒星擋住咗噶噃。咁你點樣觀察到咧？加上咧，近年冥王星就已經被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從太陽系9大行星中除名啦。咁9星連珠之說咧，更加難以成立啦。嗱，天文台咧嘗試定義9星連珠嘅，咁就話並唔係行星嚴格咁樣直線排列，而係當佢喺地球望上去，行星聚喺太陽一邊，咁嗰個張角咧少於100度，即係你望上去望得晒，除咗地球之外，其餘8粒星咁就當係。咁呢一個咁嘅現象咧，原來喺1982年3月10日發生過一次，下次大概會喺5900年之後。嗱，事實上咧，唔同行星嗰個軌道啊，互相傾斜嘅，所以基本上就冇乜可能係完美咁樣排到一條直線。咁天文台計算過，即使淨係計4星連珠，就已經需要2億幾年。咁樣推算嘅話咧，由太陽系誕生至到滅亡都係100億年入邊，基本上就產生唔到一次9星連珠嘅。所以有啲天文知識咧，大概會明白太陽系入邊嗰啲行星各自有唔同立體面嘅一啲軌道啊。
循環周期動不動都話幾千年，甚至數以億年計啊，咁更加可能係永遠都唔會循環添。咁有啲討論就認為，所謂嘅循環，唔係講緊太陽系入邊啲行星，係講緊成個太陽系行到出邊嗰個銀河系嘅位置啊，例如仙女座星系啊、獵戶座星系啊等等，即係呢啲咁嘅銀河系嘅位置啊。咁你更加要問啦，太陽系喺銀河系嗰度走動軌跡係點㗎？循環周期係點㗎？其實唔難理解咧，銀河系應該就比太陽系內部行星嘅赤道變化更加大，更加好難用地球年去精準匹配喎。所以話每60年就有一個循環，呢個咁嘅說法實在係缺乏科學依據啊！多數都係以前民間嘅聯想啦。咁古人觀星工具同埋佢個理解能力都好有限嘅，現代人應該理性看待啦。與其相信呢啲以地球年為單位嘅循環呢，我個人就更加偏向相信以月內或者年內嘅循環啦。月內循環就基於月球嘅公轉周期啦，包括月圓月缺或者潮汐漲退啦。咁年內循環呢，就基於地球公轉周期。咁有啲咩呢？例如24節氣啦，咁佢就根據太陽喺黃道上邊嘅位置，即係地球圍繞住太陽公轉個軌跡，咁將黃道分成24等份啊，每15度為一個節氣啊。例如夏至就係白晝最長嗰日咯，冬至就係白晝最短嗰日。地球環境係可以變，例如全球暖化啦嚇，咁變咗大暑唔一定係最熱嗰日，但係大暑嗰日咧，地球就一定係行到黃道120度位置啊！呢一個再過多1萬年都唔會變。所以咧，面對風水學說，投資者啊切勿迷信啊！風水並唔係投資指南，理性決策方能平穩度過。祝大家馬年行大運，更上一層樓。最緊要都係身體健康。呢條片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